for this weekend, it's gonna be a long weekend in Taiwan. It's a Moon Festival weekend. Called in Mandarin, it's called Zhongqiujie. So we are gonna be chilling here for the weekend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having some barbecue and stuff. And what can I say? Good weather, good people, nice food, all well. What more could you ask for? Well, we're healthy, I think, for the most part. So, we're gonna have a blast this weekend, just chilling. No rush. Nice, fresh air in the mountains of Myeongri. 这个羊肉给他退了，羊肉要再退，羊肉顶不口了。它这个肉怎么那么碎？对吧？所以我才买少少的。要切吗？之后要切。其实好像不切汁才会在里面，对不对？他们可以戳一点洞，让它逼油掉嘛，肉油。哦。那我们叉子要准备了，戳起来然后把油其实蛮肉的。Your friend？ 你。我以为是酒。不是，是我们去别人家烤，你这样说啊，来接来接。你之前去我那里烤， Okay, inside of it. 差一点。差吗？Inside。 Yes. 来 ，OK。看。印。哦。剪刀。印。这边有剪刀没有吧？手哈，手哈。哦，sorry。可是我去装一杯水。可以一点油吧？好像有奶油。对啊，你可以加奶油啊，用奶油去磨盘。那我拿一块。你拿整条出来。那个明天还要用哎。对啊，我怕我们这边没有油。边角料。我是可以学抽啊吧。这样的效果。你撕掉前面的出层。这个跟折回去。哦，运就运机哎，出一张嘴。你看，看我摸我先拍，先细两个而已，真系像是老多。这样你在铁板上面抹掉。好喝哎，烧好是很容易黑掉。不好。口渴。
去拿那个，我喝一瓶了。应该冷冻的应该够冰的吧？不然你就拿一包冰块出来，加冰水啊。啊，不然你拿冰块出来，来。不是啊，自己拿自己的杯子啊。我们喝那个啊，美酒啊。哇，冰桶刚没啊？比较不会那么浓。你这样喝没有？看看。哎，这罐怎么好像是黑？浓吗？没错，因为你用威士忌是调，我就喜欢就要快一点呗。来，加冰水啊。浓度比较低的是用米酒下去才会，不然就会太浓。对不对？是不是还不错？原力3来，还不错吧？讲真的啦，好了吗？ A little bit of that right there. 反正威士忌啊， What's that？哦，里面的酒就 Vanilla. 香草，应该是黑糖。那个给小朋友太咸了不行，那个很咸，他们有煮饭嘞，他们有煮饭了。那个肉很咸哦。你有帮我拿个餐包？这好了吗？哪一个？这个应该好了吧？刀子吗？剪刀。好，之后再看。你看，剪一角知道。好，另外一个。他们吃的。可以了。 Yeah. Then leave this for a while. Let it relax. Relax。 Yeah, let it relax. 哎，还有要烤这个吗？面包不要那个面包，就是切半，切半，然后Oyster, good old sauce and jerk sauce, homemade, spicy, original. Your introduce. Yeah. Yeah, sir. 没那么快吧？真的啊？然后稍微切一下那个肉。哦，那个鸡好重。在外面加都会烫，不好吧？对。拿可以让我手开。来啊，喝一下冰的，这个有冰的可以喝一下。来，马丁，马丁 Cheers。 ，Cheers。 Happy Moon Festival。 Yeah. 然后那个生蚝要用手套剥，米关。对。玉米薯那个刚端进去的，他们还需要吗？他说要，已经没了。没有，那就再烤吧。小朋友都很喜欢玉米。没有，它会爆，所以要把它剥开。是的，它会爆。对啊。对，你看剪的都破了。这可以吃啊。哎，真的有点干哎。这个可以吃。像没什么味道。这有用过的不是吗？有啊，你是看着吧。
这个要卤看，要切那开。个要稍微薄一下，因为那个比较厚。哎，要剪的。刀子，我咬一口。没有这个油啊。对啊，我太忘了。哪里？Good。小朋友要吃羊肉吗？要肉吗？就这样看啊。他们切剪一剪嘛。来，我来。啊，但是这个要不要？这个烙菜啊？你刚刚剪什么？然后嘞，要吃杏鲍菇吗？要吗？要吗？这个要吗？好吗？真的吗？你不会骗我。里面不是有？里面有那个比较快。啊。然后茭白笋，不是茭白笋，玉米笋。哎，你们要不要吃玉米笋？算了，我不吃这种廉价的。你有剪开了是吗？啊，对，那些应该都是。不然这个也剪一点给他们，还是看要不要。啊，这个羊肉这个骨头就我们啃一啃就好了。应该是有点啃的。你说带什么？带队官，带队，这是他们那一组的领队，一定是一个不好意思，你住哪里啊？我没有因为我感觉不会讲话。哎，对啊，鸡腿肉哎，要不要剪？要拿点水试试弯弯。然后等下拿起来让它热一下，让它温度进去一下，对不对？因为地块嘛，这块。这边我油嘞，好爽哦！应该都好，对，这边还好，这边 relax， 这饱，这也算饱，超饱的都可以吃。这个刚起来这个比较好。会醉。蛮好喝的。你在干嘛？啊，那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之前炸的那个饼啊，蛮好吃的。干嘛？上次在你们家吃那个，对，是不爱吃还是不能吃？不爱吃，他们有不能吃，不爱吃。跟我一样。 All right. Good. 5分钟到了吗？哎， All right, chef. Yeah. 3、2、1。 Let's go. 那就看。 Okay. Nice. Where are you going? 这是面包吗？不是，跟那是跟上次吃的很像那个。 festival. 油条，上次我没吃哎。啊，你没吃？没有。当时就是有一点像双胞胎的那种，它很像双胞胎那种甜甜圈那一种双胞胎，甜甜的，甜的，炸的酥酥蓬蓬的，有一点甜。有一点点。哦，看起来好可爱哦。我的吗？哎，我觉得加那个白葡萄酒很好喝。好喝一次吗？我喝完了。再来。先不要，先暂停一下。还有1个小时。等他把它撂倒，等一下他撂倒之后。 Say something, chef. Ah, festival. Festival? Yeah. 为什么？ Festival. We call it festival in 音 the 乐没在播，我要怎么办？
Not heavy. You can feel. Not heavy. No, this 泡泡啊， feel the weight. Feed the way. Like this, lift it up like this. Oh. When it's light, like 没有很重，哦哦， then it's okay. 很轻。 Is okay. 我 try。重吗？重吗哦哦， ？Too heavy. 哎哎，这有差哎，这比较重。让我试看看，试看看。 You can feel the difference in it. Check it out. 哦耶，真的哎，有差哎为什么。会这样？ When it's almost right, it's not heavy. 哎，很奇怪哦，应该是它那个空气有没有？我听不懂啊，翻译一下好不好？Oh, 可是他说不重就不重了。主要但是他刚刚有解释啊，没有人在听他解释，是不是我问他为什么？ ？Explain again. 面粉问题。 It's in flour. I see. When heat goes into flour, the weight decreases. 他叫他被什么？你要买加长棍呢？ No no。 Hey, chef, you want check? 我忘记了。对，小姐姐，爸爸， Heavy? 在那边， It's okay. 爸爸。公斤大概1500块，那间就是别的。对。你今天要工作吗？不用，明天再工作。好，那就还好。 It's to keep the moisture in the chicken, you know? Yeah, looks so great. 哇，那很香。 Where's the? Yummy. 是谁的？干，那真的不是我刚喝了，帮忙喝了很多。我朋友这应该很喜欢吧？是明天还有一半。 Here's the Jamaican style jerk pork. Look at that. See? It's well seasoned. Jamaican jerk season all the way from Jamaica. Pimento and everything. All spice berries. Looks so nice. Jerk rub. Right. Okay. 我期待这个啊，猪肉看起来很赞。肥3层，看一下， Yeah. 兄弟没有手，那你们有美生菜？ Need water. Because of the oil from the pork. Yeah. Alright. Yeah. Okay. It's fine. Here you go. You can put it. Yeah, put it back on the fire.
有盐吗？ Nicholas. 盐 Where is he? 刚刚的盐，大包的盐。 There's some rocks. He likes to play with those. Okay. 是放人的还好。调一下。他就爱开玩笑 In, 的。 in my country, we use beer. Really? Yeah. Beer use beer. Beer is expensive in Taiwan. You use beer to do this. It's sitting. Eh? OK， Again. OK， 这个鸡肉 catch it again。 Here we go. Here we go. Alright. That is it. 帮你配一个小当家的音乐。记得不要咬，不要给为什么有割开？应该是去黑沙。一进到底。我们说要继续录。